这样子哈。我们会用到，当然马鞍的用具非那个绘画是很多。好，我们上个礼拜比较简单一点点，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稍微思考一下的题目。好，萨嘎兹在达那么那么大好。好，有一个叫做hamaan numiso kuramuwa hamaan numiso kuramuwa hamaan 我们通常说 hamaan 有时候是像那个修果兰色malumaan给你安的这个要做什么用？它有一个负面的呃意思，就说不用了或者是不必了的意思哈。那在这里也可以变成问句，做什么用也可以用到这哈马安努米苏古拉什么东西。好，也许这个东西是已经是不要的被放弃的，但是我们还可以说哈马安努米苏哈马安努米苏马鲁马安努米苏古拉什么东西。那我们第一句第一个，等一下后面也是有点像，这个问句，不过没关系，打那么努米达试看看。好，第一句，hamaan努米说古拉姆啊，好，有时候姆啊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但是有些人可能他这有什么用呢？这姆啊做什么用的？这样子哈，有一点点负面的口吻然后，那你试试看，打那么努米达，你回答的那问句。那比例在你呢？哈，hamaan numiso kuramuwa。我们会说 malumaan numiso kuramuwa。好，修古兰可能的口吻是口气是这样。好，那我们试试看哦。第二阵努米带点你通讯栏这个地方，当他们你的问句，你也可以改。hamaan numiso kura 什么东西都可以，然后技术古米你在呀，技术古米把找发有自问自答，或者是你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句子，你就可以用我的句子来回答。hamaan numiso kura mua。好，当他们努米达好，当他们的阿米迪列，好试看看。如果你觉得很困难，没关系，先看别人的。能好滚到哦，们来苏米那那迪列森，你有写有说才会有进步。好，试看看，尝试看看，写看看。好，当他们努米达哟。好，帮处长打招呼，爱好信息。都嘎波马波龙7点。好，谢谢处长。老师，我那哎，个他这个蛤蟆案是不是你说等于马马鲁马鲁吗？马鲁马安马哦，鲁马安。那我回答是马鲁什么这样子，好，也可以，你哈什么也可以。哈，哈什么或马鲁什对么这样。对。你哦，看你的习惯，你们那里的习惯怎么说都可以。好，哈马安努米苏古拉姆啊，或者是你用你的句子都可以。哈马安努米苏古拉什么东西？好，什么做什么用？人家有时候说蛤蟆安，人家会说，哎，那个东西，咦，乌拉福丁。如果是那个人不想蛤蟆安不要了，不必了，不想要蛤蟆安，但是也可以用作问句哈。蛤蟆安做什么用？要做什么用的意思哈。那个摩尔是你用来做什么用？或者是你用别的句子也可以。哈马安努米说古拉什么东西？好，试看看哦。当他们米做拉，好米 delete 的你讯息栏。好，当他们打好，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哈马安努米说古拉姆啊，姆啊是苎麻哈，那个苎麻。那苎麻对我们以前的那个老人家来说是很重要哈。
sabi sa sangat tulufut 或者是衣服 adalat 哈。我小时候马拉好姑姑阿妈努嘛姑外婆米磨啊，然后米把那个皮剥下来，然后洗一洗晒，然后再做成线，一条一条的把它衔接，然后就变成一捆，然后开始做米德努恩啊，以前都是用德努恩来做那个模啊，来做那个背心啦，或者是萨比什么多阿鲁夫，以前比较常看到的是做那个阿鲁夫，还有阿德拉产两个背心的那种衣服。好，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哈？小时候都看到没有什么衣服，可是那时候的年代的人都用木袜来做衣服。阿德拉阿德拉真囊啦，然后那个以前的背包阿鲁夫，还有以前是用那个法鲁路嘛哈，法鲁路也常用，可是那个木袜就是拿来做那个现在背带哈。原来因为以前的那个方法背带，现在的人都拿来用布可以做这种背带，好，就是用木袜做的阿鲁夫。好，irato hao mitsulalai tanaman mitilis hamaan hamaan no miso kuramua，或者是马鲁马安no miso kuramua，好，我没有写上马鲁马安，好，但是我们是哈马安，好，看你的习惯。要用什么都可以，哈什么好，好试看看咯。但他们哈马安努米苏古拉姆啊，好，或者是你用你的想法、你的问句都可以，然后写上你的答案。好，第二声的你以讯息栏。好，我看到那个苏贤好本来的已经写好了哈。好，但他们说本来技术过米少喜爱，老师我不会，我乱写。没关系，反正我们都是在学习的。好，一起来写，好来。哈格溜努马古古拉姆啊，那些苎麻我要做线用，好，可当成以线。格当成六六可以当，可以啊，这样可以吗？线啊，对，格六可以啊，线啊，哈格六，马路格六，如果是要马路格六努马古古拉姆啊，对啊，你写的很好，也可以。对嗯，对对，这样好，子谢谢。就对了。好，谢谢你。好，好，伊拉马祖拉多东个你 carry 五 carry 哈，啊好，carry 嗨，我也是那个讲很好，一下。写出来就很不错了。好，等他们没关系，好，等他们，哎，哈哈格溜那哈格溜那个 sapi sanga tu fudui，哦，很好。只对是你不对？对不对？先那个，你那个哈格里问，你念哈格里问，对不对？哈对，格六，格溜那个乌要用 W，好，an 啊，要用 要用 n，W 啊格六那个上面那个书写有没有？他写对，哈格六，哈格里哈，问，好，嗯哼这哼哼，对哈。问你好，念是哈格里问的话，就他们加一个 en，好，哦好，对，，E N 啊，A N，哎哈格哎，溜，哈格嗯哼哼，里问。阿姑好，沙比桑啊来制作沙比桑啊，沙比桑啊是来制作杜夫瑞衣服哈。好，对呀、很好啊。你刚是说你用来制作衣服，好，是不是？哎，是，对对对，这样是对的哦，意思是对。好，你再把好，那个哈克六写好。在那订个老师，正就可以了。我一直搞不清楚 U 跟 W 它要怎么分别呢？它的发音都是 U，呜的声音。好，那我怎么个那分辨哈，哈格是六，因为那个呜是没有声音的，哈格六哦没有声啊？音，呜的虽好好然嘴巴是呜的声，嘴巴是呜，但是没有声音，格六啊，嘴巴是好呜。那
如果 u 的话是有声音的，好，辅所以你后面有写辅税辅跟 u 嘛，辅税是有声音。好，你要这样分辨就好了。通常那个 w 那个都在比较后面，会比较会出现。好，等一下你再写看格六，你看没有格六物没有，好是没有好声音的的，物。谢谢，好，谢谢。拜。好，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沙比桑啊，那个是不是要连在一起？沙比桑啊，对，可以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沙比桑是来制作，那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沙比桑有没有一有没有撇？咽喉音哦？好，沙比桑对，要有咽喉音哦。谢谢苏贤。好，我忘记介绍一下，我们苏贤是我的那个助理哈，帮我看有时候会写错，不是写错，谢谢我们会苏贤。嘿，对，桑还有咽喉音，我们念的时候就会有咽喉，沙比桑好，所以有咽喉音，加一个咽喉音，还有个逗点。好，如果没有的话，沙比桑好，没有咽喉音的话，是吧？所以应该是有咽喉音的。谢谢苏贤，谢谢你。好，谢谢。好，再订正。好，我看到米顾老师的，好，米顾给你说。哦，马乖好。嗨，给说多。马路格六努在里外，我少一个点太快了，我用手机显示。好。成为三角网的线。很好，对，马路来做格六马路格六线嘛，好，马路格六成为线，扎里外就是那个三角网，可以呢哈，可以做三角网，很好，对对，可以，还扎比马路格六扎里外哪里？你说你少写哪一个？对呀，扎里外。句点。句点，对对对，好对我没有注意对，好，各位同学后面的时候结束加一个句点，好，养成习惯哈。好，我刚没注意，好，要写句点，好，很好，谢谢米顾老师。好，然后再写看看哦。哈马安努米苏古拉姆瓦，那些注码你要做什么用？做什么用？不是，所以说注码是不是不好的？好，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不必了，他们按多，然后呢，我们有不了解的话，那个东西没什么用处，不用了。但是我们说它还是可以来制作很多东西，辅水，还有阿鲁夫可以做阿鲁夫，还可以做绳子，马路格六萨比。绑东西都可以。好，然后还有没有人要写？好，那如果沙比，我说他如果是我自己写的啦，沙比马路沙比罗阿超是沙比格勒子，就是拿来绑的，拿来绑绳子，跟那个格六一样哈。沙马路沙比罗阿兹诺马古古拉姆瓦，我是那个木我拿来用绳子来绑东西，好，这样也可以。好，看到子玲，好，给说米萨。你阿西拜多米迪丽山的米说好，子琳林子琳，嗨，星星，嗨，哈米桑努阿鲁夫古拉格溜，好，中文是做嘛做成包包。好，很好，谢谢哈，哈米桑你那个那个逗点逗了2点，1点，桑哈米桑要做成阿鲁夫古拉格六那个线，那个6驻马的线古拉格六是，可是你这边驻马古拉应该你也写驻马嘛古拉姆瓦应该是古马姆瓦，姆瓦改成古拉姆瓦。对，因为你的中文写驻马。好，你要说驻马线，我们就可以说格六。好，上那个
你跟那个逗点一个点而已哦，你是因为弄到上面，你按到上面，应该按下面的点就会一个点哦。好好，好，对对对，好，好，来，星星，好，句点，好，记得再加一好，个句点，好，好，很好哦。拿来制作那个，把母袜弄成线，然后做阿鲁夫，做包包，也可以做包包啊。要等奴问哦，等奴问，那个线要做等，要给它编织哈，要编织可以。好，然后如果你还在写，没关系，继续写哈。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然后把你写上去的，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好，我看到那个 Carry，你再念一次你的那个，好，你订正的，好来，等他们开始。Hakeliun aku sapi sangat tu putri。好，中文。我要用来捻成线，要做成衣服。好，很好，很棒，好，很好。好，谢谢你。好，所以母袜要做成衣服也是没那么简单哈。它从那个一颗那个有点像树一样，把皮剥下来，还要把那个它外线的皮刮掉以后，还要洗，然后再晒干，然后再一条的拉，然后把它连接起来，连成线哈，连成线，就像你说的，连成线。线了以后再做一捆一捆的把它绑起来。那个老人家还实在很厉害，用手搓一下，然后它就会转，好，弄得非常漂亮哈。那个技艺真的是我属恩努米达。好，看到那个连成老师的，好，那我帮他念，他的麦克风不行。好，嘎热任。Numaku gura muwa malagelio， 好就刚刚我讲的哈，嘎热任是就是搓嘎热任搓哈，搓成，然后就一条线马拉格六成尾线。好，他说我要把那个苎麻搓成线，好，这样也是个嘎热任。好，先写一个嘎热任，就是搓。把它搓成好，然后这样一搓就那个线就一直转，然后变成一条，好，这个叫做嘎热人。好，有看到哈？好，吴老师这边他有写嘎热人努马古古拉姆瓦马拉格六。好，谢谢吴老师。好，然后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来下一题哈，也是这个一样的题目，只是好加一个 en 了哈。Hamaanen numisu guramu Hamaanen 就类似刚刚我们说的有一点像哈。Hamaanen 我们刚前面是有点放弃它，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做。好，他这里就说 Hamaanen 那些苎麻要被你做成什么用？跟你刚刚的题目有一点很相似哈，有点相似。好。其实那个答案跟吴老师这个是有点像了哈。嘎热人他已经嘎热人，他这个是这一题的答案。嘎热人好，就是搓成马。罗马古古拉姆瓦好，吴老师这边好，美惠老师米过信息好，其实都当然。星星，我是上一题的哈。上一题的，好。Sapi sangat ni mamu tu disaki gura geliu numu wa。那个苎麻线是阿嬷用来制作提袋的。好，很好，谢谢你。Sapi sangat 制作，谁呢？你妈木阿嬷哈，都第三个就是提袋，第三个是提袋哈。gura geliu 那个线母袜的线，好，很好哦。那个母袜那个苎麻线是阿嬷用来制作提袋的，手提袋的。好，谢谢米固信息。好，接着这一题看看加一个 en， 然后你会把那个苎麻
要被你做成什么用？要被你做成什么用？Hamaanan numisu kuramua, hamaanan numisu kuramua, malumaan 这边就要 malumaanan numisu kuramua， 好 ，malumaanan numisu kuramua， 有一点相似，跟第一题是很相似，好，加了一个 en 这样子，好 ，malumaanan numisu kuramua。好，还有好写看看哦，大家一起看看好。tanaman malu hamaanan numisu kuramua， 好，那个母啊要被你做什么用？要被你做什么用？hamaanan numisu kuramua。好，现在在乡下那个母啊，有人在栽培，很多人有人在种了，在种那个母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提振那个做那个母啊来做你的农温，所以我看到我们那里的那个有一些还比较有力的老年人有在种那个苎麻，然后有些是拿来当教学用的，哦，来教这些那些年轻的那些长者在教年轻的人啊，怎么样你的农温做那个用母啊制作的过程哈，他有在老师，我可以问一下你的第一题答案跟第二题答案，我不知道什么这两题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哪里哈？好，对啊，哈马安嫩啊，那我刚刚说什么？哈马安嫩努米苏古拉第一题嘛哈，好哦，马路沙比罗二次，我说是绑绳子，拿来绑那个苎麻，拿来我那个苎麻我绑绳子用。Malu sapilo at numaku kuramua， Malu sapilo at numaku kuramua， 那个苎麻我用来绑绳子用，我是这样写啦。好，第一题。好，那第二题 ，Hamaanan numisu kuramua。好，那我答案有点像刚刚吴老师的一样，嘎日。Kareren lumaku kuramua， 我把那个苎麻搓成线 ，Kareren lumaku kuramua。好，那试看看，还是你要用别的 ？Hamanenu misukura 什么东西也可以，不一定是母啊哈。那你要改。很难写，你想要写什么东西也可以，你改 hamanen numisu gura 什么东西 gura 不对也可以啊，衣服啊 hamanen numisu gura 不对衣服，或者是好你改别的 hamanen numisu kuramua。好，其实跟那个前面是也加了一个 en 而已哈。Karen 好是 tenuunen 也可以啊 ，tenuunen 就是要给它编织哈 ，tenuunen 或者是拿来当绳子用。要被做成绳子用也可以，绳子个六sa malu个六malu malu 我这一题是
嘎嘎啦嘎嘎啦人嘎嘎啦嘎嘎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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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马古古拉姆哇啊，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这一题我是这样写，很像有点很像很相似哈。好，好，有没有人写好了？哈马能努米苏古拉姆哇，那些苎麻要被你做成什么？哈萨比桑啊恩也可以，哈萨比桑啊恩努马古都什么东西？古拉姆哇啊，萨比桑啊恩努马古都阿德拉就是那个用苎麻做成的那个编织以后做成背心，阿德拉或者是阿罗夫。啊，萨比桑啊，安努马古多阿鲁夫古拉姆瓦也可以。好，啊，萨比，哈萨比桑啊啊，制作很像比较会，卡尔森登诺欧恩登诺欧登诺欧登诺欧。登诺恩，我们叫登诺恩，萨比登诺欧嫩，好编织，好萨比登诺欧嫩，哈萨比登诺欧嫩努马古古拉姆瓦也都可以。好，好呀，有没有人写了呢？练习写看看。哈马阿嫩努米苏古拉姆瓦，好。啊，萨比桑啊安努马古的弗瑞，或者是那个啊，萨比桑啊安努马古的阿鲁夫古拉姆瓦也可以。好，然后你底里来，好，看看有没有人写。如果啊，我刚刚把我自己的答案都先说出来哈。哈，萨比桑啊安来制作哈，我好制作阿鲁夫，好哈比桑啊安努马古多阿鲁夫，哈比桑啊安努马古多阿德拉茨也可以，阿德拉茨好，刚刚美惠这个啊，其实它这个。啊，萨比桑啊，按加一个 an 就有点，也可以把这个题目就也是很相似哈。美惠那个萨比桑啊，按你妈木读第三个古拉格六努姆瓦，好，这个也可以。我那个加1n 就可以了哈。对对啊，这个就可以，对，加个1n 就可以，嘿。好，还有吗？我看看。好，哎，子琳，这个好了吗？子琳的是写好了呀。子琳，还打的是不能说少先。好，Ugalio no mua ku sapi tenu sapi tenu ni ina tuya makapahay mitenuan。米德诺欧纳安应该是多了一个米德诺欧难哎，好。妈妈用苎麻线编织漂亮的布。哦，编织漂亮的布。好，乌格溜努摩就是苎麻线嘛哈，格溜努摩故萨比登努恩你因那杜呀马卡巴海啊比登努难，好，很好哦，这个可以啊，没有那个好，萨比桑啊恩啊，你那边有比萨比1n 吗？乌格溜Ugalio no mua ko sabi tenuun ni ina tuya makapahay mi tenuunan。好，可是我们这边那个1n 那个没有写到哈，可是你这个句子是对的哈，这个句子是对的。妈妈用苎麻线编织漂亮的
米德努乌难编织的，米德努乌难是编织过的嘛哈，编织过的漂亮的，要怎么等一下哈，我看一下。西西，那这样有拼错吗？米登努乌难呢？米德努乌难没有，对啊，米德努乌难对，没有错，没有错，你这个没有错。好，好，来西西，谢谢子琳。好，吴连成吴老师，他没有麦克风，我帮他念哈。沙巴斯登恩，沙巴斯登恩是拿来拴的哈，用就是绑起来的意思。巴斯登，沙巴斯登恩努马古杜古隆就牛，我用来拴牛。古拉那个格六努姆啊，好，他说那个苎麻绳用来拴牛，哎，对哈，巴斯邓是绑那个牛，绑在柱子或是在牛舍哈，都用巴斯登就是绑起来，把它拴在那里。好，这个新的词号沙巴斯登恩，好，就是用来拴牛。努马古古拉，沙巴斯登恩努马古杜古隆，古拉格溜努姆瓦，我把那个苎麻绳用来拴牛。好，可以了哈，这样可以，谢谢吴老师。好，然后好。哎，那个谁汪处长讯息栏的文字你看不到啊？对，那个同学的作业哈，在阿拉瓦克。是哦，那马很少啊。你讯息栏你有打开？我们都看到呢。我有开。你有开还是先登出再重进来一次？哦，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苏贤，好，记 carry 吴，好 ，Kisoto。我又照我的想象来写。好，没关系。Malu keliwan sapi suot nu maku tu kasui。我忘了句点。好，那中文是？中文。当成绳子，然后我当成绳子要来绑那个砍好的木材。好，malu keliwan，啊，malu keliwan应该在这努马古，还有颠倒努马古要在前面。哦，努马古要在前面。好，等一下。malu keliwan努马古，不对，malu sapi soot要在前面。malu sapi sooten努马古古格六杜嘎水，应该是要这样。好，再一次哈，再念一次。malu sapi sooten，好，拿来绑，用来绑。努马古我什么东西？古格六杜嘎水，好，这样子。好，那你嘎水的话，法律要用法律比较绑，这样绑一捆。锁子我们是比较绑东西，这样绑蝴蝶结是好，那嘎水我们要用法律沙比法律杜嘎水，这样子。法律后面是 D 吗？ D 对，后面是 D。沙比法律杜嘎水，好，就这样子。malu sapi sooten。malu sapi sooten努马古tu kasui tu
妈在这。沙比法罗森，我们讲说我等不要沙比法罗森，沙比马路沙比法罗森，努马古杜嘎水古格六，哎对，好试看看哈，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换米顾老师，马古豆，还给说，好啦，等下我来摁好。係。Sabi nga ni ina tu kafungura kliu numua。好。中文是说那个驻马线是妈妈要用来制作帽子的。晚安们。爱都，句子没有错，很好，谢谢米顾老师。Sabi nga 来制作，你ina妈妈tu kafung 帽子，好，gura kliu numua 那个驻马线。哎，对，那个驻马线是妈妈用来制作帽子的。好，很好，谢谢米顾老师。来，谢。好，鸡嘎造，哎，嘎造，黄嘎造，凯明换你了。好，嘎造。他麦克风坏掉了。是哦，那你念好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哈吉盖恩，他自己造的吧？哈吉盖恩努马古古拉咖喱杏，巴黎杏吧？他写着应该是巴黎杏。哎，车子，哎，对，他有了，好，中文好了，我的好了。好，还能自己念。哈吉盖恩努马古古拉巴里汀，那台车是用来加速的。哎，好，可以啊，哈吉盖恩，快速嘛，加速，他写加速。我那部车古拉巴里汀，你写咖喱杏，巴里杏哦。好，再改一下。好，我改一下。巴里杏，好，谢谢，好，谢谢改造。好，那我们就下一句了哦。好，这一句完成，然后第3句。好，当然好，我念一下。Malumaan haza gura mapuhasai a gilang。Malumaan 还要当做什么？haza 是还要的意思。好 ，Malumaan 当做什么用？haza 还要。好 ，gura 那个 mapuhasai 是就是腐烂或腐朽的树。马布哈塞是腐朽的树。好，他说那些腐朽的树还要当做什么用呢？好，当做什么用处？好，试看看。好，当他们呢，马鲁马安哈扎古拉马布哈塞啊吉浪。那些腐朽的树还要当做什么用处呢？当做什么会有？应该是什么用？多了一个处，当做什么用？好，等一下我看。等一下哈，掉，我本来想要改一下，那个，等一下哈。好，写看看哈，写看看，把这个掉。好，在这里好，来，Malumaan haza gura mapuhasai a gilang。那些腐朽的树还要当做什么用 ？Malumaan haza。好，那你也可以改哈 ，Malumaan haza gura 什么东西？譬如说已经撕破的什么东西，或者是破掉的什么东西。好，比如说 Halumaan haza gura ma jijihai afuloi 好，破衣服，或是 ma bijiwai a fakiji 就是有缺角的那个水桶哈。BGY 或者你用什么都可以哈，那你要改你自己的也可以，或者是你用我自己的来做回答都可以哈。Malumaan
还要马鲁马安哈扎还要当做什么用？好，马鲁马安哈扎好，还要当做什么用？古拉那个马布哈塞阿吉浪，好，你也可以改别的句子，如果你想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古拉马布哈塞阿吉浪，那些已经腐坏的树，哦，就是一定有一点腐朽的树。好，试看看哦。胆那么那么大，好，看到凯明的好像改造，好，改造你先念嘛。马鲁嘎水阿扎古兰南那些东西只当做木材用。好，马鲁嘎水，马鲁嘎水，马鲁嘎水阿扎，马鲁嘎水阿扎，一定是就变成阿扎是，一定是当木材用了哈。古拉案那些东西，古拉案那些东西只当做木材用，对，腐朽的东西，腐朽的木材一定是当木材哈。好，谢谢改造，马鲁嘎水当木材。阿扎一定了哈，马鲁嘎水阿扎古拉难那些古拉难那些好，还有吗？还有哦，好，慢慢写哈，让他们写看看，试看看写看看。好，马鲁马安阿扎马鲁马安哈扎，还要当做什么？或者是你自己用的想法，看哪一些好已经不行的东西。好，马鲁马安哈扎古拉什么马奇奇嗨什么东西，或者是马比奇歪，或是已经坏掉的马古修就是已经坏了的车子。马古修歪啊巴里星，或者是好自己想看看好了，你看看有你的想法，但他们好，但他们写看看。好，马路马安哈扎，那我自己有写哈，有写的是马路，因为我还是用我的这题马路马安哈扎古拉马波哈塞阿吉朗马路拉里งู安马路拉里งู安是烤火的，马路拉里งู是烤火哈，马路拉里งู安哈扎古拉阿扎古拉马波哈塞阿吉朗。那些腐朽的树是还要当做烤火用，烤火拉里งู案，我写成拉里งู案马路拉里งู案，烤火用。好，还有人写吗？好，试看看哈，等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写看看。你想说那些已经不行用的东西，或者是木材或是别的东西都可以。好，你要写看看也可以哈，按照你的那个想法，好写看看，慢慢写，等他们好，慢慢写，你有写你才会知道说哦，我要这样子写，也可以看看别人的怎么写。好，马路好就一样嘛，哈，什么东西嘛，按这个地方可以改你想要写的东西。马路怎么样？好，那个已经腐朽的树，好，要当做什么？还可以当做什么？树它也会烂掉嘛，哈，放在那里可以当肥料，好，也可以当肥料。好，看到米姑老师，好，米姑，谢谢我的好，还给说。嘎水阿扎你阿公古拉马布哈塞阿吉朗。对，还跟我的意思。树是阿公要来做木材用的。木材马路嘎水，哈，马路嘎水，嗨，对，好，很好。马路嘎水，嘎水就是木材，好，就是拿来煮饭用的，好，煮饭用的。你阿公，好，那些已经
腐朽的树。好，那些腐朽的树是阿公要来做木材用。好，谢谢。好，还有吗？然后，好，有没有人再写？好写，好，没关系哦。那你就再写看看，就继续写。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再继续看。好，然后好，没有的话就来下一题哦。好，看到了。好，吴老师的哈。好，我要帮他念。Malu raringoan haza还好malu raringoan haza tu kasinawan tu kasinawan 是很冬天 gura mapuhasai agilang 那些腐朽的树，那些腐朽的树在冬天还可以用来烤火还可以用来烤火。好，malu raringuan haza tu kasinawan 冬天好 gura 那个 mapuhasai agilang 对，那些腐朽的树在冬天还可以来烤火用。好，对了，谢谢吴老师，谢谢你。好，还有，好，甲照，好，凯明，技术多。我看一下，喂，嘿，有听到吗？喂，有听到。Malumaan hazak gura su，那些钱还有什么用呢？Malu saka urip hazak guranan，那些钱还能当做生活用，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啊。有人不要钱哈，Malumaan hazak gura su，那个钱有什么用？要用来做什么？Malumaan hazak还能用什么？gura su 那个钱哈。你那个白素不用咽喉音吧？你有加哈？白素不用我修改一下。好，对，马路萨嘎奥利马拉成为生活用马路萨嘎奥利成为生活用，还可以用来生活用古拉安那些好，那些钱马路萨嘎奥利帕扎古拉安白素应该要写那些钱。好，那些钱还能当做生活用。Malo saka ore paza Quran， 你直接把那些钱的就 Quran 代替。好，谢谢改造。好，看到彭米粒板奈。嗨，我多谢谢。还好。马路ramak aja gura mapohalai kilang。那些腐朽的树可以当肥料。对，很好哈。对，谢谢你。好，可以，那个树可以当肥料，放在那里它烂掉了哈，都可以。沙漠好，肥料。马路沙漠是肥料，成为肥料。哈扎还可以当肥料。古拉马布哈塞阿吉朗那些腐朽的树还可以当做肥料。好，谢谢比利。好，再来，好，苏贤，技术多。苏贤。嗨，等一下。都好的。我找。好。等一下，我那一句在哪？7点52分那边。马路古亚西哈扎古拉马布和塞阿吉浪，那些腐朽的树还可以当做肥料用。对，好，谢谢。好，这边又有一句也是肥料的意思哈，古亚系马路要成为古亚系是肥料，当做肥料。好，古拉马布哈塞阿吉浪那些腐朽的树。好，刚刚那个前面那个米粒那边写是沙漠，也是肥料哦，沙漠。好，这边叫古亚系也是肥料哈，古亚系很像是日文翻的哈，我们也是都叫古亚系。好，我看到那个好，改造修正过来的。好，
好，要再念吗？再念好了。啊，好，喂，哎，好。马路，哎，这马路马安哈扎古拉白书，那些钱还有什么用处？马路萨嘎乌力哈扎古拉安，那些钱还能当做生活用。哎，好，好，很好。对了，谢谢你，谢谢改造。好，那我们现在上完这一个，我们就先休息。好，改的，哎，讲完了。哦，下面还有，哎呦，我们先念完正龙仔的哈。好，龙子弟兄长老，来，你念你的。有听到哈？有听到哈，有听到。哎，好。Malumaan haza gula mapci啊，改姓。那破的碗还能做什么用呢？不大大锅人只能丢掉。好，大锅人，好，没有。大锅人哦，我们不知道是用大，我们是用发锅人，发拉汉。哦，发拉汉也可以，发锅人也可以。你那个没有大锅，发锅人是连在一起，不能有空格。发锅人，还发锅人，发锅人是要丢掉了。好，我发锅人。古人，好，你可以再继续。古人古啦，嘛不记爱改姓。对，是完整的话是这样的。那简单的回答的话，你这样只能丢掉也可以，是用最简单的回答。但是，能完整就写完整会比较好。好，古人古啦，嘛不记爱改姓，可以这样写。好，谢谢你。看你要改一下哈，发锅人。老师改姓是不是有居？改姓对呢，改姓哦。好，还有一个改姓哈，加后面再一个鸡哦，ng 好，改姓哦，是。对对，好，谢谢书写提醒。我烦恼我的啥？烦恼安吉达，好，谢谢书写。好，他真的是我们的小哦。好，老师还有一个不记是有没有喉舌音？不记，哎，好，对，不记哦，咽喉音啊，长老，正龙子长老，那个不记那个地方那个上面要加一个咽喉音，不记，哎，不记，哎，你看你念的时候有不记，哎，有咽喉音哦，这个记那边好。好，你修正一下，好，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好，谢谢，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哦，好，10分，好，那就是8:08哈8:08我们再回来，好，那我们先休息哦，休息一下，喝水。
好，我们回来喽，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好，ini tu kamu好，ini tu kamu，嗨，ini tu kami，谢谢。嗨，嗨，雨来干咪？嗨，你是大帮助给他好，好，我们接着下一题哦。好，下一题，好。你安好，他说乌玛安南是乌玛安南古娃娃哪一拉？其实我们到这里就可以知道他在问的是什么。好，他们的孩子是什么？可是我们很习惯，就是说我们安古娃娃努米苏萨，然后就法奈安法法伊安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加后面这个哈。他说乌玛安南古娃娃哪一拉？他们的小孩是什么？性别是什么？然后我法法伊安。法因那样，这很简单的回答了，很简单的回答。但是你也可以制造你的问句，也可以哈。我们安南古什么东西？好，他们好，你再回答我什么东西，或者是问到上面都可以。好，我们安南古娃娃哪一拉？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性别？其实到这里我们大概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可是我们很习惯的话还会问说。是男的吗？还是女的啊？所以无法那样，无法黑暗，我们才会有加这个。好，我们开始写，看你要写按照我的来写答案，还是你要自己再制造一个问句和回答。好，大家们来试看看咯。好，他说乌玛安古娃娃哪一啦？好，他们的小孩的性别是什么？是男生还是女生？好，这个比较简单哈。我们安南加一个 n 就变成是什么？我们安南古拉达少，好，那个人是那一个人是哪里的？我们安南，好，譬如说，我们在问朋友之间在一起，我们会觉得说他是哪一组的人？台湾族吗？还是泰雅族啊？好，我们也会可以讲，我们安南古拉达少，有巴里湾，还是有达yan哦，还是有伊瓦丹，我们就会这样说。我们南是类型是什么样的类，哪一类的人，或者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才会说是什么性别，或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好，可以，你可以试看看，你用哪一个方法。好，你也可以制造你的问句。乌曼南古拉达少乌伊瓦丹还是乌阿密斯？是阿美族吗？我们有时候看他很像不太像，他是阿美族吗？我们也可以问乌曼南古拉达少乌曼南古我们这边题目是我写乌曼南古娃娃哪一拉？他们的小孩的是什么性别？是男孩吗？是女孩吗？这样子。好，那你可以制造你的问句，不一定跟我的一样。好，写看看哦。好，等他们哟，等他们答。好，等他们好。乌曼南，乌曼南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好，因为我们讲娃娃嘛，那一定是小孩的性别。乌曼南古娃娃，好，是小孩的性别。好，那伊拉他们的小孩的性别是什么？他们比如说谁生了，我们会说，他生什么？曼南古娃娃伊拉，我们就会问，他的小孩生了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很关心这个性别的问题。好，我看到洪米粒的。好，其实你阿西白。Ufainayan atau ufafahiyan atau fainayan maapi ay zaira。好，中文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好，谢谢。好，ufainayan atau ufafahiyan atau fainayan。好。马阿比那个啊是不是要加一个马阿比还是马阿比？所以那个地方应该加一个咽喉音。好，一定好。马阿比埃扎伊拉他们是双
双胞胎哈，双胞胎。马阿碧是双胞胎哈，一男一女，哇，龙凤胎哦，好。马阿碧这个啊要加一个咽喉音，好，他们是双胞胎。好，谢谢米粒，改一下马阿碧哦。好，再来是嘎造，好，嘎造。好，凯明，喂，好，你说多，我们安古拉沙邓那些菜是什么种类？哎，不，我们安南古拉沙邓那些菜是什么种类？乌达杜根是大头根。大头根，好，大头根，大头根，好，谢谢。我们安南古拉沙邓，好，那些菜是什么？好，然后就告诉他是大头根，好，是龙葵大头根，呵呵，大肚根，好，对，好，谢谢，感召，谢谢。好，再下来我看看，好，苏贤，好，基苏多。等一下。Umanan kuni afuting. Kaka. 写错了，嘎嘎哄。kuni afuting。这只鱼是什么种类？这只鱼是飞鱼。好，谢谢嘎嘎哄，对，好，改一下嘎嘎哄。乌马安南是什么种类？古尼阿夫定，这只鱼是什么种类？哈，这个鱼是哪一种鱼了？哈，他说嘎嘎哄古尼阿夫定，这只鱼，这条鱼是飞鱼。好，嘎嘎哄，好，有人不知道哈，飞鱼，嘎嘎哄，好，我看到，好，吴连成，答案还没写错，他已经踢出去了，好，没关系，好，嘎嘎哄，好，苏显看到了，嘎嘎哄，谢谢，好，米粒也修正了哈，好，你再念一次，三妹，米粒。好的。Fafahian atau fainayan uma api zaira 一男一女，因为他们是龙凤胎。好，马阿比爱，好，对，马阿比爱。你那个啊怎么会有2个点？找不？修正那个拿掉就好，不要再修。对，拿掉就好了。OK， 知道就好了。好，1个点就好了。好，还有吗？然后。好，这个很简单了哈。好，那我们就下一题哦。如果你还要写没有关系，继续写，我们等一下还是可以看哈，在讯息栏里面。好，继续写哦。好，第5句来。Nami ma'anan numisukura haji nutayat。Nami ma'anan， 或者我们 nami， 或者我们也习惯 nani， 我们是用 nani ma'anan numisu。你到底怎么做到的？那你Nami ma'anan 好也可以，Nani ma'anan 也可以，习惯了哈。有的人用 Nani， 有的地方都用 Nami ma'anan numisu， 怎么样做成的？Gura haji 我们这里 haji 是叫做结果了哈，结果或者是完成。好 haji， 好，你怎么样把这个你那个工作的完成，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米玛安南你怎么做的？努米素你的古拉哈吉就是完成好，努达亚工作好，就是说你那个工作的完成，你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好，你可以试看看，你用你的方法也可以。那米玛安南努米苏，好，后面可以用你的用你的想法把它写的，那你玛安南努米苏，好，变成有钱啦，或是怎么会有房子啦，都可以哈。那你玛安南努米苏，嘎吉比拉，或是嘎吉罗马嘎。好，你怎么做到的？或是你用我这一句都可以，然后回答哈。你
那个工作的完成，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听话鬼，好，试看看哦。好看，试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再制造一个问句，然后再回答。好，写看看咯。Nami ma'anan numiso kurahaji nutayal。你那个工作的完成，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事业，然后佩服他，把他做的这么好哈。那里面那mi ma'anan，那mi，然后你就要回到那mi怎么样？怎么样按？好，numaku好 kura 什么 haji nutayal。或者你用的方法，怎么会变成怎么样？那mi ma'anan numiso，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到底是那mi ma'anan numiso，你到底什么样做到的？好，试看看咯，写看看来，好。那我自己也写一个答案哦，来，那mi saezer，那mi saezeran mikuli，那mi saezeran nomago matayal， 好，我努力的工作哈，mi saezeran nomago matayal gurahaji gurahaji， 那mi saezeran nomago gurahaji nutayal。好，试看看咯。好，写看看有没有人写了。好，写看看。那mi ma'anan numiso kurahaji nutayal。好，那mi ma'anan numiso kurahaji nutayal。然后你说那个工作的完成，这边haji叫我这里是讲完成了哈。是怎么做到的？好，看到那个，好，改造来，写好咯。好，试看看呢。给说明少些爱。Nami ma'anan numiso ku jibai suai。你是如何成为有钱人？Nami tagawan numaku， 我偷的。还偷的哈，不用了哈。好，我先念看看哈。Nami ma'anan numiso ku， 应该几百亿有钱嘛哈，应该是嘎几百亿。Nami ma'anan numiso ku几百数爱。几百数爱有钱的人哦，你是改成几百数是不是？对，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啊。那你们阿努米说过，几百数有变成有钱了，几百数。哦。那你们阿努米说过，几百数爱是有钱人，那应该加一个有钱人。那你们阿努米说过，几百数爱。好像有点几百数就好了，又变有钱。那你们阿那努米说过几百数，怎么变很有钱？不用人了，他只要问你对的是他几百数。那你们阿那努米说过几百数，好，那米达高湾努马古我偷的。好，这样子，所以回答可以吗？回答可以啊。那米大高万努嘛，我偷来的，你怎么变成有钱？后面几百数应该是几百数，
变成有钱，不要哀。你怎么变成很有钱？这样就好了。那米玛阿那努米苏古嘎吉白苏，变成有钱。好，然后他说米达嘎瓦努马古，这样可以啊。好，你觉得你嘎造？改名嘎吉白苏变有钱呐、有我改，马上改。对，是不是应该是嘎吉白素哈？故吉白素爱不是，也是有钱的人。好，谢谢。还有吗？我看看后面。好，看到了米粒来，给说。好。Unani lalukan lumaku saji haji ku dayal。我努力工作方有成就。好。谢谢。来念一次。nani lalukan laluk是勤劳哈。nani lalukan 就是很勤劳的。lumaku sa ji haji sa ji haji 这个不能连在一起哈。nani lalukan lumaku sa ji haji sa ji haji ku dayal sa 应该这sa 要分开，ji 也要分开。sa ji haji 有结果。我的工作和记前面那个记那个记要分开吗？sa 和记要分开吗？我觉得要分开。就是 sa 然后分开再记和记，这样的。记和记是那个一个单词啊。记和记有结果。好，古代亚工作。好，谢谢。那你拉鲁干，我努力工作。你拉鲁干就是勤劳的意思。拉鲁干是勤劳的。鲁马古我的萨记和记古达亚，所以工作有成就。老师，我更正了，在下面你看看。好的，好，谢谢。好，我看到那个，好，先看那个改造的，来改造的，再修正的。我念第二句哈。unami ma'ananu misu gu gaji白素。你是如何变有钱？对。unami dagawa numaku 我偷的。对呀，好，可以，谢谢。unami ma'ananu misu gu gaji白素。好，unami dagawa numaku。好，可以哦，谢谢改造。好，3米粒的更正的。好，再念一次看看。贤信是用拿捏还是用拿咪？拿咪或拿你都可以，习惯用语。我拿捏拉鲁干努马古萨吉哈吉古达亚。我努力工作方有成就。好，很好，谢谢你。那么多好，然后我的好，还有人在讲，没关系，继续写哦，继续写。然后好，看到子琳的，好，林子琳，好，提速多。嗨。Now hani misa itse tulumi minanan ku gaku。好，中文是因为我每天努力练习。好，然后喊你是因为嘛哈，然后喊你米撒一则啦，米撒一则嘎咕，你那个我努力的话，米撒一则嘎咕都罗米阿米阿，好吧？你的那个等一下哈，你闽南南在这边，然后喊你米撒一则闽南南嘎咕都罗米阿米阿，这样比较完整。好，你那个句子的有点
再被到那个闽南南，好，我再念一次哈。然后喊你因为米萨一则嘎米萨一则啊闽南南嘎古都罗米阿米阿，最后面哦，每天放在最后一最后因为我每天嘛，哈，因为我每天，好，罗米阿放在后面，好，我再念一次哈。然后喊你米萨一则啊闽南南嘎古都罗米阿米阿，这样好，可以哈。还好，下一次呢聊完哈扎好，谢谢。好，美国信息阿里基索多。嗨，信息，那么乖的。嗨，基索多。那米萨拉菲一按努马古啊马达亚萨几百季。我加班工作才有钱。马达马多信息。萨拉菲一按是你的那个萨拉菲一按的意思是慢下来。萨拉菲一按就是加班呐，做拉菲一就是做到很晚很晚的，算加班到深夜。萨拉菲对，萨拉菲一按，萨拉菲一是深夜了哈，整夜在做的意思了哈。那米萨拉菲一按，好，整夜都在做，好，就变成加班到半夜。好，对，萨拉菲一按努马古啊马达亚工作700季，所以才有钱，很好。对了，谢谢。好，这边有一个就是说一直加班到深夜，可以写这一句萨拉菲一按就是加班到深夜。萨拉菲一按就是深夜嘛，加班有时候很晚，很晚，对。你可以形容说加班嘛，哈。对，我一直工作到半夜啊，人家都萨拉菲一萨嘎古阿马达亚这样子，然后就整夜我都在工作，那表示就是在加班咯。好，萨拉好，谢谢米顾老师。好，这边有讲到加班了哈。好，萨拉菲一，米萨拉菲一安就是整夜在工作，到晚上都还到半夜。拉菲一是半夜，所以我一直工作到半夜，那是不是加班？哈，加班的意思。好，那米萨拉菲一安努马古啊马达亚萨700季，加班工作才有钱。好，谢谢米顾信息。好，然后好，等人们好。好，然后好，那米马安那努米苏古拉哈吉努达亚，好，那米萨拉菲一安努马古啊马达亚萨700季，好，所以有钱。好，那米好，阿努阿沃的好，好，我们就要到下一个咯。比如说，那米马安那努米苏古拉哈吉努达亚，我们有时候我们做的工作有成果，有时候是人家帮我们嘛，哈。就说那米萨玛安努谁？那你萨玛安努罗马，好，家人帮助我。那米萨玛安努拉罗马安，那你萨玛安努罗马萨马吉哈吉古达亚马古。我的工作才完成啊，也可以这样说，要不然就是老板帮你啊，那你巴桑啊努刀给啊，有时候我们工作也需要别人帮助我们，才会有工作才会完成。好，看到那个吴老师的来，吴老师的我帮他念，因为他的麦克风坏掉。那米马安那努米苏古拉当烧大。Makahi Jingra， 那米马安那努米说你到底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古拉当少答 Makahi 是答应的意思哈，我们叫答应。Makahi Jingra 他答应，他能答应你到底是如何对那个人的？好，他的回答说。
那你巴比拉安，你巴比拉安，我们叫比拉是钱，那你巴比拉安就是给钱了哈，付钱的。你巴比拉安努马哥，好，我付钱，古拉当少，好，我付钱给他，那是因为我付钱给他，好，他说他的问题说，他能够答应你，到底是如何对那个人的？你怎么样对那个人？他为什么会答应你？但是他给钱的，问你巴比拉安就是给钱。好，说我们领薪水，你巴比拉安，你今天要领钱哦，老板要给钱。好，巴比拉，好，巴比拉给钱。好，谢谢吴老师。好，再来哦。好，讲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知道马嘎黑，对你们来说会不会陌生？这是我们马泰安的话，同意答应马嘎黑。好，有人会说米海沙，也是同意。那我们那边都叫马嘎黑，好，不同的说法，好，也可以说米海沙，好，我们叫马嘎黑，好，不一样的，好，来，好，然后看看后面还有，好，廖美花老师给说多，好，是看看给说米阿西拜米少西爱多第里三说。好，我试看看哈。好。Nani sa itzlan numaku amisulit man sa irakuni gimana？ gimana？ 这样可以哈？可以吗？好，可以，很好，谢谢。你谢谢说中文，中文，你再说一次。中文。我认真的书写，所以才有这一篇文学。应该是文学稿吗？还是什么？gimana？ 对。哎呀，好，谢谢。好，很好哦。谢谢阿赖。阿赖，好，你看我有写到这个单字，还有文学，等一下来说。好，你sa itzlan就是认真的，好，认真的。好 ，numaku， 好，我 misurit 是写字书写，我认真的书写。你sa itzlan numaku misurit， 我认真的写。mansa， 所以好 ，mansa 也 iraku 有鼓励这篇哈 ，gimana。gimana 还是 gimana 好，这是那个新创词，那个米语老师他们那个新创词。对，好，文学哈，我们学到一句文学哈 gimana 好 gimana 才会有这篇文学的文章，好，很好，谢谢美花，谢谢你，好，再念一次哦。你sa itzlan numaku misurit。就是我很认真的写 mansa irakuni gimana， 所以会有这篇文学，应该是文章吧，应该是这篇文章，对 gimana 好，文章或者是他们也在说文学呢 gimana， 对也是，对，好，才会有这篇文章。好，谢谢你，谢谢，棒的。那么学到新的单词哦 gimana， 好。熟的写字应该是大家会的哈。好，然后awak都好如果你还在写也没有关系，继续写哦，写看看哈。好，我再写下一句了。好，这一句来，sabi ma'anen， sabi ma'anen， sabi ma'anen 是要被你用来做什么？要被你用来做什么？好 ，sabi ma'anen numisu guragilang， 好，那个木材哈，要被你用来做什么 ？sabi ma'anen 要被你用来做什么？好 ，guragilang 那个树，那个木材或者树啦，那个木材要被你来做什么？好。sabi ma'anen sabi， 然后这边你就该写 sabi 什么 sabi， 好 sabi 什么numaku， 然后 gura gilang， 或者你自己制造一个句子问句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 sabi 怎么样numisu 好 gura 什么东西，好自己写，自己制造一个问句看看哈。sabi ma'anen numisu guragilang， 好，
那个木材要被你用来做什么？好，萨比做什么？萨比怎么样啊？用来做什么？古拉吉浪那个树。好，试看看咯。好，试看看来写看看咯。好，萨比怎么样？木材你要弄来做什么？萨比，好，那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哈。萨比萨罗马，萨比萨罗马恩，萨比萨罗马恩，罗马古古拉基浪，萨比萨罗马恩，萨罗马是盖房子啦。好，那个木材是我要用来盖房子。萨比萨罗马安罗马古古拉基浪，或者是你可以写看别的，你可以萨比做什么？木材你要用来做什么？萨比上，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东西？好，萨比 makanan numiso kurakilang 啊，那个木材要被你用来做什么？好，你想看看，或者写看看咯，你用来做什么？好，看到改造的，好，改造来，其实你稍息爱，Sabi maanan ni panay kura apaisu， 那些钱要被panay写错了，要被panay用来做什么的？Sabi azaan nila tu apa kura apaisu， 据点，那些钱要被他用来买酒的。好，谢谢，好，句点对。后面那个是第二句是句点回答的。好 ，Sabi maanan ni panay kura apaisu， Sabi maanan ni panay kura apaisu， 好像 kura apaisu 也可以了哈。那些钱被panay用来做什么？那些钱要被panay用来做什么？哈。你改为板奈，好，他说沙比阿恩，好，用来买，好，宁拉他，好，就指板奈，哈，都9古拉白树，那些钱要被他用来买酒的，好，可以哦，好，再改一下就好了哈，白树，沙比阿恩用来买什么东西？好，买酒啊，古拉白树那个钱，好，那些钱被他用来买酒的，好，可以，这样可以哦，谢谢。再改那个，好。老师，我问一下，白树有没有喉塞音啊？白树，应该是它不是喉塞，白色。如果是喉塞音的话是，白色，应该没有，它是应该是，谢谢老师。对，白树，它是应该是那个现在用的那个眉毛那个短，也应该是喉塞音，可是我们都不加了哈，好，要加也可以，白树是短音的，好。谢谢，改一下，还好你被你发现，我也还没注意，自行念。好，柏树，好，再来哦。好，看到米固老师，好，米固形式来给说多。Kakutu hao. Sabi setian numaku tu owner gura gilang. 再念一次。Sabi setian numaku tu owner gura gilang。那个木材，应该是那个树，是我用来那个木材是我要用来打舍的。对，好，谢谢，
对了，写对了，很好，谢谢老师。好，萨比斯蒂，萨比斯蒂按就是用来斯蒂是打，好是打，用来打。好，都 owner 蛇了哈，要来打蛇的。好，五萨比斯蒂安罗马古都 owner 古拉吉浪。好，那个木材是我用来打蛇的，还这样子。好 ，owner 蛇，好。好 ，owner 蛇，好 s a b i s t i a n 用来打，好 s a b i s t i 好，谢谢美惠老师。好，看到那个 stay 跟把路一样吗？一样哦，对对对，嘿，好 stay 好，我们有的地区是把路打哈 ，sabi 巴路 n，sabi 巴路 n 把路。谢谢美惠老师提醒哈，这有两种说法，打叫做 stay， 也有人叫做把路。好，把路，sabi 巴路 n 罗马古都 owner 古拉吉浪，可以这样说哈。如果说轻轻的打 stay， 如果很重很用力，是不是把路？有吗？有分哦。我们知道，重重的打就是不这样，sabi不用力不看到姑姑啦，我那这样啊，不用力打哈。我很用力就是不啊好。敲打不看到姑姑，当然努啦，我那打那个蛇的头哈。啊，把路是打，我们这边也叫把路，也有人叫把路是打。那我用力打那个蛇，不叫不好，用力。打那个它才会死，那个蛇的头才会被敲烂啊，才会死掉。不好 ，stick 也是打哈，看你要怎么样表达。好，你的句子都可以，句子是对的哈。谢谢美惠老师。好，去米粒把奈了。好，继续多。Usabi sa anengang numaku kurakilang。等一下，我干嘛？我应该说usabi sanga aku tu anengang kurakilang。usabi sanga， usabi sanga， 然后你有写错哈？对。啊，因为你连在一起，分开一下。usabi sanga an numaku tu anengang kurakilang， 要这样写。对，我写错。对，你把它连起来，好，再订正就好了。好，谢谢米粒。等一下我们再看看你写的，好，再念一次。好，去苏贤，给多多。好，苏贤。Sabi lingu en numaku kurakilang。那个木材要被我用来烤火取暖。好，谢谢。对哦，好，萨比ringu en， 萨比用来烤火 ，ringu 是烤火哈，萨比ringu en， 好，对，烤火好。Numaku kurakilang， 那个木材被我用来烤火取暖。好，可以，对的，谢谢。好，换改造。在修正的哈，订正的哈。好，海绵改造这个是订正的哈。还要念一遍吗？可是你那个答案还是问句啊，应该是句点吧？对，我再改一次。柏树那边对，在句点就可以了。好，吴连成老师来，帮他念他。Sabi ma'anan numisu kura baliling， baliling 车子哈。Sabi ma'anan numisu kura baliling， 那部车子你要用来做什么？好，他说 Sabi pasagawan， Sabi pasagawan 就是来载 Sabi pasagaw， pasagaw 是就是载东西或是载什么？巴沙告让他上车载客人，他写萨比巴沙告温努马古都拉放客人哈，载客巴沙告都拉放是载客人，古拉巴里令那部车好，他说那部车我要用来载客人，
载客人哈。Sabi pasagawan numaku tulafang， pasagaw tulafang， pasagawan tulafang 是载客人。好 ，gura baliling 这样子，好。对了，谢谢老师，谢谢你，好。pasagaw， 我不知道你们的也叫pasagaw吗？沙告，坐车载客。Sabi pasagaw， sabi pasagawan， 好，载客人。Sabi pasagawan 载东西了哈，载东西。Numaku tu lafang 是客人，lafang 是客人。Gura baliling 那部车，好，谢谢老师，好，看到，好，子琳，给说多。哎，给说。Sabi mitang tu faes gula kilang。好，再一次。Sabi mitang tu faes gula kilang。好，faes 是什么？蒸饭那个。蒸饭的意思哈。好 ，sabi， 好，等那木材用来蒸饭的，这样哈。好，我写一下，我想一下 ，sabi 当就好，不要咪了。sabi 当后面加一个 en。对 ，sabi 当tu faes gula kilang 这样可以，好。可是那个法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怎么说好？糯米哦，是糯米吗？是糯米吗？你讲的是法二吗？法二，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字，所以我才问你。就是独论。独论哦，独论的意思哦。就是是哈，那不是哈卡吗？先做哈卡才可以，是不是？也是那个糯米饭的意思吗？还是它是麻薯啊？麻薯哦，独论哦，独论。那我们这边念法二十。法二十号，好，谢谢你，我第一次听到法二十。好，就是独论哈。好，sabi当恩读法二十gula kilang， 对，可以叫。好，那个咪，好，谢谢你哈。那个咪不要后面加一个en， 叫当恩。好，用来做蒸麻糬的，所以你这个不能写蒸饭哦。用来蒸用来做麻糬吗？用来蒸麻糬，用蒸的，也有那个闽南的用蒸的，把那个糯米磨好之后，放在那个布上面拿来蒸。他们有的是这样用蒸的。好，那我改一下。好，那如果当的话，应该是先做哈卡，然后再做麻糬，再做法二十，再打。好，你要用蒸的话，也可以，因为我看到那个像客家人他们那个麻糬都是用蒸的比较多。好，谢谢。好，你再改一下哈。好，谢谢子琳。对，对，对，他要改了。好，还有呢。好，等一下哈，下一个。好，改造的。喂，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那个独论哈，我们一般讲米沙独论，是不是独论只能用米沙独论这样子讲？米沙独论那是因为要打的时候叫米沙独论。哦，对，那个因为我知道客家人他们有时候先磨那个糯米浆以后，就放在那个布上面拿来蒸。他们有的是这样用蒸独论，然后它就会在那个就变成独论啦，就是会比较软啦。有的人用蒸啦，那我们阿美族都不是用蒸的，都是用打的。还有那个年糕，好，年糕哈，好，类似像这样，好。Kukui hano pasawali。还还古龟喊，我知道那个叫米糕喊的人，他用蒸的，说但是又不是，对，麻糬啊，用蒸的花桂啦，是吗？处长，类似像花桂这样子。
好，用蒸的。好，法20。好，老师，花桂也是啦，花桂、年糕都用蒸的。还谢谢老师。那我们那个赌论是沙比桑啊吗？沙比桑啊赌论是这样用吗？沙比桑啊赌论，沙比桑啊赌论拿来做沙比桑啊赌论也可以啊，白描述一下就好了。他描述就是说，因为那个木材我是拿来，因为我要拿来蒸糯米饭，然后再就要做赌论了。哦，他也可以这样子说，因为他没有马上说马上做赌论，他一般还是要来先煮啦，煮好卡之后来做赌论。沙比可以这样讲吗？我是给他列过去沙比沙赌论，要不然就是沙比沙对沙比沙赌论。Gura gilang， 哦，对，也可以这样说哈。Sapi satu run tu gura gilang 也可以。Sapi satu runen 要一 n 的话 ，sapi satu runen sapi satu runen numaku gura gilang 就变成要这样咯。好 ，sapi satu runen numaku gura gilang， 那个树是我要拿来做那个赌论的。好，那个这个过程就变成还要蒸完以后才要打赌论了，最后是这样子，结果啦，结果是杀赌论。好，这样可以吗？好，下一个好，改造的已经订正好了，我看到了。好，现在是朱洁仪，好，洁仪来试看看哦。sapi sangaan ku kayakai numaku kura gilang。哎，好，中文。那个木材是我用来造桥的。好，很好，谢谢你哦。sapi sangaan是来制作，好，这边应该是改盖度，应该读kayakai。sapi sangaan tu kayakai， 要把改盖放在后面。sapi sangaan numaku tu kayakai gura gilang。好，这样子哈，对，订正一下。numaku放在前面，好，谢谢你。是句子是有一点把放在前面，那kayakai放后面就可以了。那个木材是我用来造桥的。sapi sangaan numaku tu kayakai哦 ，tu kayakai gura gilang。好，就这样子，谢谢洁仪，谢谢你。好，米粒，好，订正的，好，再念一次。sapi sangat numaku tu anengang gura gilang。那些木材我用来制作椅子。对了，好，谢谢，写对了，达玛多。好，这样写对了哈。再来，子琳，好，再念一次看看，子琳。好 ，sapi tantangan tu faes gura gilang。sapi tantangan tu faes gura gilang。好，可以，好，谢谢，修改完了哈。谢谢，谢谢你，子琳，谢谢。好，然后还有 sapi maanan numisu gura gilang。好，那我们在第7家剩下几分钟哈？剩下3分钟。好，那就到这一题好了。好，还有没有人要写？好，剩下几分钟，我们来那个顺便来那个复习一下哈，刚刚我们前面的sapi sangaan numisu gura gilang。好，这个木材要被你用来做什么？好，很多人都写了哈。好，看一下洁仪的，好，洁仪你再念一次来。sapi sangaan numaku tu kayakai gura gilang。对，这样写对了，好，这样子写对了，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很好，好。
我们在晚上再复习。老师，前面要加乌吗？那个好，也可以加了，萨比桑乌萨比桑啊好，也可以加，也不要加也可以，他有加也可以乌，好，就是要来做，加一个乌，标这个你要制作的，好，加乌因为我没有写乌啦，他有写乌也可以，乌萨比桑啊努马古杜盖亚盖古拉吉浪，好，这样子写也可以，也对。好，这样对，好，很好，可以哦。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老师，请问一下，那个沙比跟后面的词根是要写在一起，还是要分开？哦，沙比哦，沙比跟后面的词应该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对。好，谢谢老师。好，谢谢你，美花。好，子琳，好，那我们书写哈，还是把它连在一起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把它标让你们看得到说哪一个沙比是用来做什么，或者是的话要用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才会把它分开来。但是我们书写的时候还是把它连在一起，沙比当好，连在一起哦，郝子琳哈。好，对，这是书写的正确的方法。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练习嘛，那我们尽量，有人看见我们就谢谢他指正我们，哈。因为我有时候一看了，有时候都没有念出来，觉得正确我就会说对了。老师，我的说萨比桑啊，那个也是要连起来，是不是？对，要连起来。感谢您，谢谢你们。好，那今天晚上我们这样来练习这些马案的那个句子哈，就是很多哈可以来学习。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一同在这边一起来练习，也谢谢你们，真的感恩希望下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再欢迎一起来学习说主语跟写哈。Bidilis atau visual 好杂交好，来大家当上的古鸡缸，我们的时间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哦，很准时呢9点。好，阿来喊那个干么？好，真爱喊多个福电安尼阿拉呀好，大家平安，阿来，平安，请息。